好，来继续来看行政院公布着施政报告，针对着唱水监、甲无人机等等的预算，防冻结是海参。讲114年度的执行预算，防冻结着50%，恐惊会影响着相关业务的进度。国民党的立委回应讲，就事论事，唔免威胁。 占马国造第一架观星舰海鲲号建立咱国国南国造的重大成就。无人机伫战场中发挥无对等的作战效能，咱国积极发展相关产业。严格行政院第施政报告透连成，列出国南国造预算防冻结50%。 无法度及时顺利解冻，而且佫会去牵着专案进度，增加无法度如期处理装备出口许可的风险。若无人机的产业园区，共款防冻结50%。 烦恼会去拖着无人机的技术发展，对作战不利。不只是跟国外技术上的整合，还包含厂商能不能够加入。如果你的预算没有办法先编列，厂商对他来讲，我为什么要等你1年到1年半解冻？会直接 delay 到我们所有的期程。而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中国所期待的。大家就事论事啊。如果当时顾立雄已经说，是可以执行的话，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来做 这个威胁了。那各项预算，行政院中办的执行长曾庆成嘛伫面册顶发文章，讲预算防台100%。面对预算的问题，朝野互相对立。根据网络媒体报道，总统赖清德要出手啊，风声讲时间就伫2月7日拜一的下晡，邀请到行政院长董永泰、立法院长韩国瑜、考试院、司法院甲监察院等等5院的代表到总统府临地参详国家清凉。乐见朝野能够共商国事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奉劝赖总统不要说一套做一套。他一再的强调要团结台湾，各种和解合作，他都愿意去努力。双方拢表示讲，期待放下朝野对立。那赖总统甲5院院长的会议，关于形式甲细节，伫结果进前，总统府拢无进一步说明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